政府統計處公佈，舊年11月至今年1月，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為7%，上升0.4個百分點，創近17年嚟嘅高位。失業情況有持續惡化嘅跡象。喺上世紀80年代，社會保障制度未係好完善。市民失業嘅時候，除咗申請當年嘅公共援助金，唔少人會喺屋企做外發工嚟幫補下家計，例如穿膠花、剪線頭等。睇下當年一個失業家庭嘅個案。每日早上10點幾鐘同埋下晝5點幾鐘，蘇七個女都會攞住個空飯桶到附近嘅一間飯店攞人哋食剩嘅飯菜，風雨不改。早上嘅一次啱啱好夠幫補蘇七一家9口嘅午餐同埋晚餐，而晚上嘅一次就留返第二日做早餐同埋午餐啦。蘇太就負責張羅餸菜，當嗰啲細路仔返咗學，佢就到附近街市執菜盒，或者揾啲其他可以食得嘅嘢。呢桶剩菜殘羹，呢幾塊賣唔出嘅爛菜盒，係蘇七一家嘅主要食量。最低限度，如果冇咗呢啲飯菜，蘇七每一個月就要糴100斤米。有咗呢啲飯菜，只係需要糴70斤啫。另外仲慳咗大筆買餸錢。蘇七今年57歲啦，因為身體唔係好健康，同埋個人嘅一啲問題，失業在家。而32歲嘅蘇太要照顧7個由2歲至到12歲嘅兒女，亦都冇辦法去揾嘢做，唯有做外發工喺屋企剪線頭。咁一個月大約可以賺到百幾蚊，加埋公共援助嘅2100幾蚊，蘇七一家9口嘅生活就全部靠呢2300蚊啦。咁你有2300蚊收到啦，點樣使法啊？點使法咧？交呢個400幾蚊租啦，交100幾200蚊學費啦。咁平時佢哋書簿費啊，買啲雜嘢，咁咪剩翻多少買下餸啊，買下油啊，摘下米啊咁啦。咁你一個月咧米嗰度都要成100斤樓下噶嘛。咁你22蚊10斤米。咁你話幾多錢咧？同我計100斤呢，200幾蚊啦。一切嘅開支就係靠呢2000幾蚊啦。蘇七每日用咗幾多錢都會記低嘅，由月頭到月尾嘅支出2300幾蚊已經所餘無幾啦。喺呢本帳簿裏邊，我哋揾唔到人哋覺得有需要，而蘇七覺得係奢侈嘅開支，所以蘇七一家人就連間中去睇一場電影，又或者去飲一餐茶嘅享受都冇啦。事實上啊，蘇七嘅屋企除咗呢個神位櫃、呢張碌架床同埋廚房嘅煤氣爐係蘇七曾經花錢去買之外，其餘嘅一切雜物同埋電器用品，好似呢個雪櫃、呢個電視機、呢張梳化、啲細路仔着嘅衣服、鞋襪、玩具，甚至 BB 仔用嘅尿布，都係人哋俾嘅，又或者喺垃圾房執嘅。